哎呀，啊，这么小，快，把那热水端进去，快点啊！手脚都麻利点，快，哎，快点，手脚麻利点啊！热水，快进去，快点啊！这边，再来一盘啊！手脚麻利点。放好了。回宫。大王，你知道吗？生的是一个男孩。恭喜大王添了一位弟弟。是，我有了一个弟弟。王后，妾身在。你带寡人去看看。是。王弟睡得好香。臣妾替大王过来，大王也替母后高兴。他说让母后安心养好身体，不要牵挂朝政。继儿大婚后，的确懂事很多。瑶儿，你功不可没。母后谬赞。这是宫里新制的玉席，酷暑难耐，继儿怕热，你让她晚上睡这个。臣妾替大王谢过母后。去吧。是。我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总算把今年冬天的粮草解决了。哎呀，该让我看看我儿子了吧？哎呀，啊，这么小，来，让我抱。哎呦，你看，我们一看就是父子。谁说的？这孩子的额头长得像你，眼睛却像我。像你一样俊俏。小公子怕是饿了，抱下去喂喂他吧。是。来，把孩子给我吧。高兴吗？高兴。因为孩子。因为想到孩子的将来，一定比我更有福。哎呀，这世上谁人能比你更有福啊？啊？他们一定比我有福。待他们长大，大秦强盛，百姓富足，他们兄弟和睦相处，岂不比我更有福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我要带他回草原，我要教他骑马、牧羊、狩猎、征战。我们一曲又多了一位勇士。你要带他回草原？当然，他是未来的草原之王，他要继承我的财产和权利，自然要回到他自己的土地上去。跟我一起回草原吧。那你说说，你要我跟你回草原做什么呢？男人外出，女人管家。这话不错，在哪儿都是男人外出，女人管家。可秦国是个大家，一曲草原相比，只是个小家。你让我扔下一个大家去管个小家，这总是不妥吧？或许你想说，我天资鲁钝，只可管理小家，没有管理大家的才能，还是你认定秦国这个大家与你、与我们儿子无关？怎能无关？
你是我的女人，是大秦的太后，大秦天下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可是你要我跟着你一起回草原的呀。这么说起来，哼，那就先不必了。不过，草原是秦国西北重地，这一阵子西戎的胡人经常对我草原骚扰，让我大秦西北疆土不得安宁。你也该率部去把那里的地鼠狐狸给捉干净。这话对我心思，我明日回营，带虎为他们出征。不嘛，我在想，这次最好能让魏冉和白起领兵与你一起去讨伐，试一试你们帮着练就的大秦骑兵。你们也可以向他们多学学阵仗武器，如何？我的女人果然与我一条心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。母后，寡人昨日去北郊军营验兵，真是阵马锋强，锐不可当啊！是啊，时经2年，大秦铁骑终于成军了。年前，司马将军攻取魏国蒲坂、晋阳、丰陵等城池，米荣将军夺取了韩国5岁。年后，义渠军又带着白起、魏冉荡平了西戎。而后挥师北上，从赵国手中夺回了我们的榆林之地，太后可喜可贺呀！自此以后，我秦军当横扫天下，威震中原。只是下一步，大秦该剑指何处？楚国。当初楚国趁我大秦内乱，拿走了我上庸之地，眼下是拿回来的时候了。母后说的在理，我们替楚国解了齐、魏、韩3国联合讨伐之围，楚王早就应该把上庸作为酬谢还给我们了。除此之外，从长远看，我们要一统天下的症结就在楚国。为何是楚国？楚国几代贤明君主开疆拓土，得国土5000里，几乎是列国的总和。气候温和，百姓富庶，带甲100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。大王，得楚地者，得天下。既然楚国地大物博，恐怕暂时秦国还不是楚国的对手。现今楚王昏聩，重用佞臣，逐客以资敌国，自内需而树怨于诸侯。所以楚国只是一只病老虎，外强中干并不可怕。只是老臣唯一担心的是太后因楚国是自己的母国而放弃机会。眼下我们与楚国定有盟约，如果开战师出无名，岂不被人指责毫无信义？这个太后放心，只要太后愿意，机会会有的。你看，子兰都已大婚，大王对他将来一点打算都没有。眼下看，尽管公子娶了秦国公主，但也难以动摇太子恒在大王心中的地位。为什么？我们子兰一表人才，怎么就比不上那个米恒了？太子已立多年，尽管平庸，但从无大错。乍然要动楚军地位，恐怕在朝堂上会引起内乱。晋大夫足智多谋，何事还能难倒你呀？唉，实在是有些无计可施啊。况且他人在咸阳做质子，规规矩矩，恭恭敬敬，
想要挑他的不是，也无从下手啊。晋大夫，我记得你在秦国好像还有朋友，那个雍瑞不是和你还有些交情吗？何不让他想想办法？是啊，南侯莫急，容臣筹划筹划。